大家好，欢迎来到台股导航。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一聊 GB300这个新题材。那昨天高盛是写了一篇关于 CCL 的报告嘛？那他在报告里面就有提到说，这 GB300他们可能采用这个 Saki 的设计在 GPU 上。那大家可能不知道 Saki 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插槽。就原本的 GPU 啊，他们是直接焊死在主机板上面。那这时候，假如说你的 GPU 坏掉怎么办？你就可能要整个连同主机板一起换掉。但现在假如说你用 Saki 的设计的话，你用这个插槽式的设计的话，那你假如说你 GPU 坏掉，那你就直接拔掉就好了，就不需要连同板子一起丢掉，这样会比较节省成本。但是呢，这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假如说你改用插槽式设计的话，那你的这个功率就会减弱嘛，所以说这时候你就必须要升级到 M8等级的这个 CCL。那目前做的等级是 M7等级，那你 M8你就必须要升级到更高阶的 M7的 M8等级嘛。哦，那从 M7升级到 M8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就是单价翻倍，那目前 M8的单价会是 M7单价的2倍以上。那你 M8的这个毛利率呢，甚至是高于它目前 CCL 厂它平均毛利率的20%。所以说，假如真的未来要大量采用到 M8等级的 CCL 的话呢，那他们的营收跟毛利率都会成长的非常漂亮。那高盛在报告里面有提出，就两个受惠股嘛，就是2383的台光电跟6274的台药。那我自己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台光电嘛，因为它在 CCL 厂的这部分呢，它的技术力是比较强，大家可以从过去的 CCL 的争夺战就可以看到说，它确实就是一个技术比较领先的厂商嘛。但是我们稍微要注意的就是说，目前虽然说刚踏入的时候，它可能会最受惠，但是也有可能像之前那样，就是被抢单，有可能被要分散供应链的关系，然后所以会有一些掉单的情况。所以我自己是认为CCL 这块还是操作难度稍微高一点的呃题材。那当然，台光电跟台药他们目前验证都是还没有通过的，有在送验证。所以说，假如说验证没通过的话呢，那我股价也有可能会向下跌。所以说，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一点。好，那有没有其他的受惠股呢？也有。那我们台湾的3533嘉泽，它也是有在做这个插槽 socket，但是一样，它目前就还在验证。那我自己呃，以嘉泽来说的话，我会稍微保守一点，因为像台光电嘛，我知道它可能是 CCL 最强的一个厂商，但是在 Saki 这块，嘉泽不是。那我觉得他们主要还是以美系的厂商为主。那嘉泽呢，可能就是比较有点像是比较小咖一点，我可以这样讲吗？好，总之呢，假如说验证过的话，嘉泽也是会有机会分到一杯羹的，但是它就不像台光电那样是比较领导的厂商，那可以吃下大部分的订单。所以我自己个人对嘉泽还会再更保守一点点。那再来就是还有高盛在报告里面就有提到说，假如说真的换到 M8的板子啊，那 M8这块板子有一个原料就是这个 NER 玻璃。那目前来说，NER 玻璃他们是有点供不应求给这个 M8这块板子。所以说，假如说未来大量采用，那 NER 玻璃就会更供不应求。那有没有台湾公司受惠呢？那我研究一下是没有啊，但是今天有2家玻璃公司很强，1802的台玻跟1809的中佑。那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看到玻璃的其他相关新闻，所以说有没有可能就是在涨这个 NER 玻璃？我觉得有机会，但就我自己调查是说，只有一家叫 Nitobo 的日本公司有在做。他们有没有受贿呢？我可能就还需要再研究研究。那在我研究出来之前呢，我应该还是会稍微避开一下。它涨得比 CCL 还要多，这合理吗？好，好，那我们 CCL 就讲完了，大家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来社群问我。好，那我们就回归大方向来讲。
大家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贵买是不是就走的比较强？他有没有感觉到今天的盘势就是比较活泼、比较很躁动的感觉，整个资金就回来的感觉，他应该可以感受到嘛？那是不是就像我前2天讲的，我们礼拜二那一天，我们其实就看到了整个贵买指数的止跌，然后我们再等2天，等结算完，然后等这个NVIDIA 看财报，那是不是我们这时候进场，其实就会第一我们没有风险，第二我们根本就不会错过多少涨幅。那确实目前来看，我们基本上就完全做对嘛，那就只差别你要买什么而已。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导航地图。那导航地图，我今天就新增了这个 GB300进去里面，就是新增到 AI 伺服器里面。那大家应该有记得，我之前就跟大家提过说，AI 伺服器我只看3个东西嘛，我等一下会讲。然后我们新增的还有什么 BBU，还有 GB300。那我其实我原本就打算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这个 GB300这块，只是真的刚好高盛发了一篇报告。那其实我自己是盘中的时候才看到这篇报告的，所以但是我是一开盘我自己就先去买台光电，因为他们其实呃有要改 Saki 这块，其实是很早之前就知道。那我自己是原本想说，好吧，那我就自己进去蹲一下。其实我开盘就买，然后就我盘中看到报告，然后我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喷出去。其实我自己是没有预料到的。好，那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 AI 伺服器题材。那 AI 伺服器题材呢，我自己首先看3个，就是散热、机壳、滑轨。那这是我一直以来我都是这样做，我从来没有变过。我们不会说突然跳去做 ODM 啊，还是突然跳去做其他东西。我一直以来都做这3个，大家可以回去翻我以前的文章。那在散热这块啊，我自己在之前那波SMCI 出事的时候，我就有很明确跟大家说，我原本是选旗宏，为什么？因为旗宏它的合格的商品比较多嘛，但3324双红它最近也有一批商品合格，所以说旗宏这个优势可能就没了。那再来说3324双红在那时候是被错杀，所以我那时候很明确的跟大家说，我从双红到旗红。我讲反了啦，是从旗红转到双红，所以说我今天开盘第一个买的是什么？第一个买的是台光电，第二个就是3324的双红，但是我被杀尾盘了嘛，我被套牢了啊！我也不怕大家笑我，我就讲出来跟大家说我今天买然后被套。好，那再来是这个机壳的成名店，那散热是我摆在第一的一个题材，但是呢，机壳跟滑轨就反而是我比较没有那么注重的一个题材，因为像回去讲一下双红，那大家可以从他法说会就可以听到说，呃，他们老板是说明年有机会翻倍嘛，那你今年我给他估大概25块，那明年可能50块，那你50块你随便算这个估值都是很便宜啊。当然我这个估的 EPS 可能不是很准确嘛，但大概就差不多落在这边。好，那回来讲成名店。那成名店呢，我自己前面是有减码，那我这边要再把它接回来嘛，我可能会稍微保守一点，因为我可能还是要等它技术面出现一些比较强势的情况，因为我有观察到，并不是整个资金都在往 AI 伺服器里面强灌，那我可能还是会比较专注在新的东西，像是BBU 啊，或者是 GB300这块。好，那再来就是滑轨，嗯，滑轨跟机壳，我一直以来都跟大家讲说，我们应该要专注在做小的，但是滑轨前一阵子，在更前一阵子的时候，我最早我还是比较喜欢南俊国际，但是我后来中间有跟大家说嘛，南俊国际他们有一些小状况，那所以说我认为应该转到川湖，那后来川湖涨起来嘛，然后大家还记得我应该是前2天就跟大家说，我自己认为。南俊国际的利空已经出尽了。第一是什么？它出的那个小状况，股价该跌也跌了嘛。然后再来是 SNCI，那也跌完了嘛。我目前就想不到它还有什么利空可以出，所以我自己是觉得那边是一个股价最低点，但是我没有很明确的跟大家说我自己在这边有把资金从川湖换到南俊国际，所以说我不会在这边跟大家邀功说。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涨，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在涨什么。那我觉得有可能就隔日冲，所以说我不会，我很明确跟大家说，我已经换资金已经换过去了，但是我现在才讲，所以说今天这根也不算是我的功劳，所以大家就参考参考。我相信今天买有可能是隔日冲的，明天可能就跌。但是我之前目前滑轨这块我是在南军国际。好，那BBU 我就不讲了，BBU 就我自己是选择顺什么的嘛。那好，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就可以来社群问我。那再来是 GB300，我刚刚也讲完了。那我们就来简单聊一下说 BBU 这块。那 BBU 这块，呃，目前来说就是按照我们原本剧本继续走，就是它开始关不住了嘛。大家可以看到被关的那3只，目前来说就是关不住。那虽然说我昨天有提到说，因为它是选配的关系啊，所以它在我心中的地位会稍微降低一点，没错。那我会准备开始减码。但是呢，我会等市场情绪结束，因为目前市场还是非常非常喜欢BBU 这块的，好像还没有意识到说它可能是选配这件事情，所以说我会等市场开始不热的时候，我再选择去出场，那可能稍微减码一点。那我有注意到说，好像社群有人或者是说整个市场上还是非常喜欢 BBU 相关的一些外业族群，像今天有那个什么天天宇嘛，然后跟什么圆的，我今天有在社群贴新闻给大家讲，那他就有说他们两个要合作一起去攻占 BBU 这块嘛，那你不觉得很好笑吗？你去买这个，为什么你不要买已经验证通过的合格供应商？又不是说他们涨了差点讲脏话，又不是说涨了2倍了，2倍上去了，你完全追不到，才3、4根所以说大家要真的不要拿自己的钱开玩笑，我觉得你们是玩不赢那一些主力的，明明有更好的选择，大家就要好好想清楚这件事情。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那假如说有新朋友的话，欢迎去脸书搜寻台股导航，或者是扫这边 QR code，里面都有我个股研究报告整理，还有新闻的点评。那再来是欢迎加入我的赖社群，因为我最先，尤其是个股报告研究报告的整理啊，那我基本上都先 po 在社群，那给大家看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去 po 去别的平台。还有很多及时的讨论，那都欢迎大家来社群来找我聊天。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拜拜。